画面中可以看到大马路口汽机车直行，这时右侧一名机车骑士却疑似违规闯红灯，下一秒直接往灰色轿车拦腰撞上去，不止机车倒地，被往外甩了好几公尺后才停下。骑士也当场喷飞，在空中转了一圈，先撞到轿车车头，随后落地，实在好惊险。而另一头轿车也撞到了轻轨轨道旁的路缘时，撞击力道之大，整辆车也当场弹跳好大一下，也导致车头严重毁损。带您来听一段警方说明：双方驾驶均有擦挫伤，经送医检查后无生命危险，现场未发现酒驾情形。好的，那事发就在1号早上8点多，高雄鼓山区青海路与马卡道路口。原来30岁的曾姓男子不止疑似违规逆向骑乘机车，还闯红灯，才因此发生碰撞。不过男子行为也已经触法，而事故也造成双方都因此受到擦挫伤，好在没有生命危险。而事发地点就在轻轨台铁美术馆站的旁边，也幸好这起交通事故没有影响轻轨运行。